在地人在地前，过来关心疫情影响无法出国，未少乡亲将厝内藏的这个外国钱摕去庙内添油香。南投德山的指南宫伫过年后拍开功德箱啊，收到超过60几种的外国钱。其中上个特别的是呢，名额100条的辛巴威钱，纸票顶面印几个零。印14个零，敢若算啊火气。听讲这是目前全世界名额上大的纸票，可能乡亲的真好奇讲，这张到底有偌济价单？我就咧专门去找，就万落去找，听讲这差不多会使买一张公车票。庙方工作人员咧点功德箱内底的纸票，毋过眼前这钱互因硬去。数量大概有几种？大概60几种。除了较熟悉的美金、日本钱、人民票，即马阁出现泰国钱、韩国钱、马来西亚钱、越南钱，甚至阁有这张14个零的100条辛巴威钱。毋过2019年了后就无阁发行。像这你贵的，你嘛看无这是？就是也不知道是哪一国的。南投德山指南宫过年期间未少游客来添油香，不过今年收到外国钱特别多，庙方认为是受到疫情影响，民众无法度出国的关系。他就干脆就没有出国，无当开，就主要落来捐献给土地公。台中大雅这间土地公庙过去香油钱加加1、2个外国钱，结果今年敢若是收到的外国钱纸票就有将近100张，银角也嘛有200外。上个月就开始我们的功德箱里面就出现有人民币、韩币。过年期间，民众无法度出国，该去庙仔行村，刷互功德箱以外充满外国钱。庙方人员即马阁当咧烦恼，要安怎将这个外国钱换做台票，真伤脑筋。